快追！别让那个狗皇帝跑了！快追！阎王有令，抓住狗皇帝，重重有赏！兄弟们，立功的时刻到了！快追！别跑！你干什么？有人要杀我，请你帮帮我。你藏那儿吧。我在这儿，去别处找。出来吧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你干什么？我被人下了药，请你救救我！只要你救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竟然和他……朕微服私访，没想到燕王造反，还给我下了迷情药，幸好他救了我。对不住啊，我刚刚……当徒子，你个当徒子，你到底是何人？你为何要对我做这种事情？好，你这……我被下了药，既然你是我的女人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彩绣啊，彩绣，我咋听见你在叫？是出啥事儿了？娘怎么来了？你赶紧从这儿离开，快！我不走，我说了，我对你负责，就一定要信守承诺。彩绣，你们。娘，我跟他只是……彩绣啊，这20年都是你一个人照顾我这个老婆子，又含辛茹苦的把世缘拉扯大，你遭了多少罪，吃了多少苦，娘心里最清楚了。现在你总算是想明白了，愿意再找一个，娘心里呀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娘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彩绣啊，娘不反对你们，只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过好就行。娘，世人都那么大了，我还嫁什么人呢？彩绣，我不介意你有儿子，而且我会把你的儿子视如己出，我还会给他……不用你帮忙，我儿子已经入赘县衙了，以后我陪在我母亲身边就行。你赶紧离开！我不走。你，彩绣，彩绣，彩绣，我来吧。我来吧，以后这种体力活交给我就行了。娘，这雨要是漏雨夜，娘的病情会更加严重的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怎么不漏？雨停了。
他应该是个可以托付的男人。擦擦吧。彩绣，你愿意理我了？好香啊！哎，彩绣，我来吧。秦大哥，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彩绣，你愿意嫁给我了？陛下，陛下，老爷，总算找到您了，您没事吧？我爱，起来吧。老爷，家里出了点事，您什么时候才能回上京啊？彩绣，我回去还有点事情要处理，处理完后再回来。你等我1个月，1个月后我回来娶你。好。陛下，属下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起来吧，也该回京会会燕王了。陛下，您真的要娶那位宋娘子吗？对，朕要封彩绣为妃。走吧。彩绣啊，彩绣，彩绣啊！啊，娘，这是在等小琴吧？没有，是世元。这孩子不是说3个月回来1次吗？算算日子，也就是今天了。秦大哥走之前说他今天也会来，所以我想介绍他们2个认识一下。世元这孩子啊，要是看到你能托付良人，想必他也会为你开心的。但愿如此吧。你在这儿等着，娘去喂鸡去啊！您慢点啊。哎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别吓我，娘。大夫，你先给我娘看看病吧。就这几个臭钱还想看病？滚！滚！大夫，滚！大夫，滚！娘，别影响我生意。娘，咱们钱不够，人家不愿意给咱们看病。世元，对啊，娘，咱们还有世元，世元一定愿意帮我们。走，咱找世元去啊！走，来，娘。来人，去通知先行官，朕即将到达清源县，去迎接皇妃进宫，同时封清源县县令的女婿宋世元为荣亲王。是，陛下。娘，您在这等我一下啊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2位大人，我儿子是宋世元，我找他有点急事，烦请2位禀报一声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可没听说过咱们县令大人的女婿有你这么个穷鬼娘。就是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穷亲戚。咱们姑爷是你想见就能见到？不是，我真是宋世元的母亲。我，哎呀，世元，世元，世元，你祖母病了，你出来看看呀，世元。老东西，还想找我们姑爷过来打秋风？赶紧滚！再不滚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
我真是宋世元的母亲。世元，世元，世元，娘总算见到你了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得闲就回来看你，没事别来找我。你祖母病了，为娘也是一时心急罢了。祖母病了，去找大夫，找我干什么？这2年收成不好，娘手上钱不够，所以才来找你的吧？慧儿看得紧，我哪有钱呢？宋世元，娘从未向你张过口，这一次就算是我借你的，以后一定还给你。就这点了，快走走走走！哎，宋世元，在干什么？宋世元，你在干什么？夫人，好你个宋世元，居然敢拿我们上官家的钱给你老娘，你想死啊！夫人，我知道错了。儿媳妇，这钱是我向你们借的，以后一定会还给你们的。世元的祖母病了，耽搁不起。什么狗屁祖母！你别忘了，宋世元是入赘到我们家的，他平常吃我们家的、喝我们家的也就算了，你现在还想吸我们上官家的血？没有。我呸！你还不承认？赶紧带着那个老不死的滚远点，别脏了我们上官家的大门。宋世元，赶紧让他们滚啊！听到没有？丢人现眼干什么？走！世元，那可是你的亲祖母，小时候多疼爱你，你够忘了？了，不过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，有什么好提的？走走！才秀，不行，母亲还等着银子救命呢。你要怎么样才能把钱借给我？想要钱啊？行啊，我鞋子脏了，跪下帮我擦干净。什么？怎么不愿意啊？夫人，我帮你擦吧。你看他手多埋汰呀，再把新鞋弄脏了啊！给我起开点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怎么心疼你娘了？夫人，我要是心疼，也是心疼你，对不对？儿媳妇，我可是世元的亲娘，这自古以来哪有长辈给晚辈下跪的道理？不愿意啊？那这钱你就借不走。娘，看到没有？那老不死的都吐血了。你要是再不下跪，你那个短命的娘就只能等死了。我跪。彩秋，朕会亲自为你盖上这盖头，像世间最平凡的夫妻一样。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，可以把钱借给我了吗？这贱民的膝盖就是说跪就跪。我说过要借给你了吗？你骗我！爹娘，你们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有天大的好事就要降临咱们清源县了，陛下要来咱们清源县迎娶王妃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荣耀啊！这可是难得面圣的机会。慧儿，你和世元和我们一块儿去。好啊，我还没见过陛下呢。谢谢父亲大人，谢谢母亲大人。哎呦，从哪里来的乡野村妇？娘，这就是宋世元那个穷鬼老娘，跑咱家来打秋风来了。我不给，他还死皮赖脸不走呢。亲家，我母亲病了，急需用钱，您能不能先借我一点？我以后一定会还给您的。呸！你个乡村野妇，借什么钱？我看你是过来勾引我家老爷的吧？我没有。
你误会了。你发什么疯？我母亲大人你都敢惹？道歉！世元，是他平白无故打的我，你却让我道歉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才是你娘？世元，这就是你口中口口声声对你好的母亲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还嫌今天不够丢人吗？道歉，道歉！这贱人怀孕了！啥？我娘已经40出头了，她还是个寡妇。这脉象分明就是怀孕了，好不了。这世风日下，宋世元，你这什么娘啊？也太恶心了吧！半条腿都入土了，还怀了野种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娘，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不守妇道的事儿啊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圣旨到。见圣旨如见陛下，尔等还不速速跪下！谁是宋世元？我是。宋世元接旨。朕念你忠厚贤孝，才华横溢，特封你为荣亲王。钦此，荣亲王接旨吧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荣亲王，快请起，等陛下到了，定会亲自嘉奖。咱家还要去伺候陛下，先走一步了。公公慢走。爹，这荣亲王是何官职啊？你爹我才是个9品县令，荣亲王可是3品重臣，咱们上官家发达了呀！那我岂不是要成3品夫人了？可是我们都不认识陛下，为什么陛下会突然册封世元为荣亲王呢？可能因为我的才华受到陛下赏识了吧？你有没有才华我不知道，但你有一个肚子里揣着野种的贱人娘。我肚子里的不是野种，他有爹。你不说我都给忘了，你无媒苟合，这要是传到陛下的耳中，当朝3品重臣的娘亲是个荡妇。我看世元这关也做到头了。娘，这可怎么办？世元刚得了陛下的重用，可不能丢了官职啊！怎么会有你这种自甘堕落的娘？父亲大人，我该怎么办？还请您给我指条明路。死人是不会说话的。如果你不想让人知道娘怀了野种，那就按大纪律令，大义灭亲，将他进猪笼。什么？来人呐，把这个乡下野贱妇拉去进猪笼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肚子里的不是野种，季大哥说过他会来娶我的。放开！放开我！世元，我是你亲娘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娘，你不会怪我的对吧？毕竟你也不想我的仕途因为你受到影响吧，对吧？再走，走！还有，你们放开！走！行，没事了。走！彩绣，彩绣，陛下，查到宋娘子在衙县的鱼塘边，好像出事了。什么？世元，娘肚子里的可是你的亲弟弟。世元，他真不是野种，他有爹的。世元，宋世元，你不能心软，绝不能让你这个没用的娘毁了你的仕途。贱人，别挣扎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不守妇道。世元，怎么了？你心软了？宋世元，想想你的仕途，想想你的名声，你还要犹豫吗？我怎么可能会心软？现在就动手！宋世元，
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娘，这个是你自己跟我说的，说你任何事情都愿意为我做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为了保住我的仕途，你就去死吧！希望你在地下能够保佑我升官发财，位极人臣。动手！是。我到底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孽障？放开我，宋世元！你放开，放我出去！松开，松开！放开，陛下驾到！彩绣，都给我住手！彩绣。秦大哥，真的是你！彩绣，你怎么样？可有伤到？没事。尔等何人，竟敢在本官面前放肆？什么？朕若带这群人过去，怕会吓到彩绣。赵峰，你随朕速速前去衙役，其余人等在此等候。是。哑巴了！本官在问你话呢，你是什么人？对，你究竟和我娘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何人，你们还不配知道。但是彩绣是我即将过门的妻子。哼，原来你就是宋彩绣这个老娼妇的姘头啊！娘，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个男人干出了如此下作之事。哼，真的是什么锅配什么盖，你的寡妇娘啊，配个老光棍刚刚好。大胆！你们这群狗奴才，你们可知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何人？他就是当今。大胆！你们这群狗奴才，你们可知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何人？他就是当今。赵峰，朕倒是要看看，朕不在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对彩绣的。岂有此理！差点被这两个人给唬到了。怎么不说了？继续往下编呢？编不下去了吧？在清源县，我轻轻动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你。一个小小的县令，也敢大放厥词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你敢嫌弃我父亲官小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是当今陛下亲封的荣亲王，趁现在赶紧给我磕头道歉！一个荣亲王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你不敬亲生父母，我看你这个官是做不了多久了。你，来人，上刑法！今天本官就让他知道知道得罪我们的下场。不要！彩绣，你快起来！你这是做什么？亲家，不，大人，你放过齐大哥吧，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只要你肯放过齐大哥，任凭你处置。你个贱妇，拿什么承担？谁叫你动他的？你竟敢打我！老爷，这两个贱民犯了天了，连县令夫人都敢打！来人啊，我要他死！不要！我求求你们，我给你们磕头了，你们放过他吧！彩绣，你快起来，起来！皮大哥，县令的刑罚不是开玩笑的，都会死人的，你快点走。你放心，他们动不了我。真的是好大的口气！今天你们谁都得死，包括你肚子里面的野种！什么？彩绣，你怀孕了？原来你不知道宋彩绣怀了野种，难不成她肚子里面的杂种是别的野男人的？我没有跟别人，孩子是你的。太好了，我要做父亲了。彩绣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动你的。你们这些奸夫淫妇，
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，岂有此理！简直是伤风败俗，不知廉耻！老爷，陛下马上就要到了，可不能让这对狗男女脏了他的眼，要快些处置。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将他们乱棍给我打死，以正我清源县的风气！还敢反抗？来人呐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，朕是何人？你们胆敢再往前走半步，朕要了你们的脑袋！这怎么可能？这玉佩是为何有些像皇室之物，而且还自称是朕？难道他是陛下？老爷是不是狼眼昏花了？他怎么可能是陛下？是啊，爹，一块玉佩又证明不了什么。父亲大人，依我看，他就是拿来唬人的，这定是一块假玉佩。老爷，你忘了先行官大人说的，陛下和他的迎亲队伍去迎接皇妃了，怎么可能在这儿呢？好啊，那就让赵明诚过来，告诉你们这是不是假的。他怎么会知道先行官大人的名讳？难不成他真的是陛下？那他要是陛下，宋彩绣岂不是未来的皇妃？老爷，咱不是派人去探明了消息，差不多这个时候也应该回来了。他是真是假，等探子回来，我们不就知道了？对呀，夫人说的对。啊！禀告老爷，陛下已经到了。什么？难道他真的是陛下？什么？难道他就是陛下？不是啊，老爷，陛下的迎亲队刚到山脚，现在还在原地休息，很快就进城了。啊，好啊，差点被这人给骗了。宋彩绣啊，宋彩绣，你看看你找的是什么野蛮人，竟敢冒充陛下！快想想你的坟墓在哪吧！秦大哥只是为了帮我说话，所以口不择言，他并非有意冒犯。还敢狡辩！老爷，你说我们抓了这胆敢冒充陛下的贼人，将他交给陛下，陛下定然会好好奖赏我们一家吧？那到时候我们上官家可就青云直上了。你还敢笑？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要是现在给本官跪下磕头，兴许本官还能留你一句全尸。哼，敢让朕跪你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还真当自己是陛下了，竟然敢藐视本官！不跪是吧？监刑官大人马上就到，来人，先打断他的腿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秦大哥，监刑官大人到！周副官，你怎么来了？先行官赵大人呢？陛下已到清源县去迎接皇妃娘娘，我的即刻赶去。你立刻通知县令上官启，让他做好迎接陛下的准备。是大人，我速速前去。赵大人派我来通知你，陛下立马就到清源县，问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啊，已备妥当。只是有个无知贱民在此闹事，此人你可认识？不认识。怎么了？方才他拿出一个假玉佩，谎称自己就是陛下，那架势还怪唬人的。好，赵大人陪陛下迎接皇妃，若他是，赵大人必定陪伴左右。他只是个忽悠你们的骗子，这都能唬住你们？周副官，此事发生在此时此刻，实在是影响甚大，必须马上处理它。你看应该怎么处理？来呀，这群刁民给我抓起来，诛九族！不要不要，大人，这件事与我娘和秦大哥没有关系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你要杀就杀我一个人吧。脏贱妇，竟敢用你的脏手喷本官！滚开！彩绣，
秦大哥，这件事你就别掺和，你赶紧走。大人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杀就杀我一个人，不要牵连无辜之人。你这贱命本就不值钱，该诛你九族，给陛下一个交代。不要！诛九族？哼！他们一家人都是彩绣的亲家，株连九族的话，他们一个也跑不过。我可是县令，我跟这无知贱妇怎么可能是亲戚？就是我们上官家和宋彩绣这一家穷贵毫无关系，对，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宋诗源，你要是还想活命，就赶紧的跟这个贱人断了关系。宋诗源，你还犹豫什么？难道想让我们全家为你这个废物娘赔上性命？赶紧断了！我宋世元早就是上官家的人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与宋彩绣斩断亲情，再无瓜葛，再无瓜葛。你说什么？宋世元，我是你亲娘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谁让你犯蠢？为了这么一个野男人，连命都不要了！少来拖累我，宋世元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为了一己私欲，断亲情，弑亲母，禽兽尚知感恩，何况人子？此举真是丧尽天良，枉为人！你算什么东西？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叫嚣！哼！我娘这样，都是因为你！最该死的人就是你！就是一堆不要脸的奸夫淫妇，都该死！我此举大义灭亲，想必当今陛下和皇后娘娘也会加上我。宋世元，宋世元，你为何要如此待我？我含辛茹苦将你养大成人，我为你救谋学之路，我为你谋前程之路，不管是人尽爱恩，还是被人责骂刁难，我从未让你吃过半分苦。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还是人吗？够了！我从来都没有要求你把我生下来过。你若当真是为了我好，就不该做出如此下贱之事。贱妇，听到没？你儿子不要你了，生儿子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在我的堂前尽孝，还不是你穷酸又下贱，活该儿子都不认你。宋世元，既是断绝关系，那就断彻底，以后就别姓宋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跟我父亲大人一样，我叫上官世元。你们上官世元，上官世元，彩绣，你怎么了？我们的孩子，彩绣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我不会让你和孩子有事的，你放心。你们还想逃？做梦！连本官都不放在眼里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如果彩绣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事，我让你们全部人都陪葬！赵峰，赶紧去找太医！你们谁敢挡路，阁下无论！是，让赵明诚一炷香的时间内给我滚过来！哎呦呦呦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装了？我看他是演戏演上瘾了，失了智了。赵大人马上陪陛下和皇妃娘娘就到，你们就等死吧！滚开！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赵大人，看到没有？赵大人来了！你们这些狗奴才，死定了！赵大人，你总算来了。这里有个刁民冒充陛下，我们应该抓起来，处以极刑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给我滚开！陛下！什么？这是赵大人，这为何跪了？赵大人，你是不是跪错了？他就是个冒充陛下的刁民而已。就是啊，他就是个骗子！该死的混账！都给我睁大狗眼瞧好了，这位就是当朝的陛下！
啊！陛下，微臣救驾来迟，还望陛下恕罪。赵明诚，你真的是养了一群好手下。臣罪该万死，请陛下息怒。王万岁！万万岁！真是陛下。蔡兄，你不必对朕行礼，是朕的错。朕本来要告诉你的，可是怕吓到你，所以想慢慢告诉你。没想到被这些狗东西给欺负了。蔡兄，你放心，朕不会让你跟你肚子里的孩子有事的。赵峰，立马叫太医过来。是。蔡秀是大姬的皇妃，竟敢如此对她！如果我的皇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们全都给他陪葬！赵明诚，微臣在，把他们都拉下去。今天怎么对彩绣的，让他们10倍奉还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，我也是被他们给骗了，才做了糊涂事，求陛下饶我一命。你个无知蠢妇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得罪陛下？你去死！陛下，我们错了，求求你了，陛下，我们知错了，放过我们吧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我们错了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娘，我可是你亲生儿子，你不能不管我。娘，都是上官慧，都是他们逼我的。娘，帮帮我！亲家母，我们是亲家，你快帮忙求救陛下！对啊，亲家母，你现在贵为皇妃，我们都知道错了。亲家母，求你饶了我们，我们以后肯定会对你好的。亲家母，婆大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救我们吧！陛下，这几个人，我绝不原谅。赵明诚，把他们都拉下去。他们是怎么对彩绣的？我让他们10倍奉还！都给我带走！陛下，饶命啊！娘，儿子知道错了，儿子不敢说那些糊涂话，儿子该打。娘，我错了，再也没有下次了。我知道你一定舍不得我死啊。宋世元，你我母子之情已断，从此之后，你好自为之。彩绣，陛下，太医到了！太医！陛下，彩绣，你醒了。陛下，我们的孩子呢？放心吧，孩子没事。陛下，我母亲不必担心，朕已经让太医去给岳母大人看了病，已经无碍了。多谢陛下。朕说过，你对朕不必行礼，以后亦是如此。彩绣，你可是答应过朕要嫁与我，等你身体好些之后，朕就封你为妃，如何？陛下，我就是一介民妇，怎么能当皇妃呢？彩绣，你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品性纯良，怎么就做不了这皇妃呢？只是你现在还病着，朕不想让你太累，所以封妃之事之后再议。来人！陛下，这是……彩绣，你为朕受了诸多的委屈，这些都是给你的，看你喜不喜欢。这也太多了，太贵重了。你是朕的妻子，也是大计的皇妃，可不止这些，以后朕的就是你的。来人，伺候皇妃更衣。是陛下。
陛下。彩绣，你好美。贵妃娘娘，陛下他还在长春宫。他说您若是身体抱恙，就宣太医前来，他无空前来。以往本宫若是病了，陛下都会前来。现在他就只陪那个贱人，连看都不看本宫一眼，他到底有什么好的？贱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娘娘，他现在正得圣宠，若您贸然出手落下把柄，怕会惹怒陛下。那咱们就来一个借刀杀人。走，去找明珠公主。娘，世元是我一手拉扯大的，未曾想他会这般对待我们。彩绣，别再想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了。你能求陛下饶他不死，已经是开恩了。别为了他伤了身子。你现在可是2个人，照顾好自己才是最紧要的啊！我知道，只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要是当初我的女儿没有丢，也不会过得如此吧。抓住那个娘们儿，别让她跑了！追！我的孩子，快，她倒下了！我的孩子，动作快点！他想抱孩子，快抓住他！不能让他抱孩子，快追！孩子，娘对不起你，等娘躲过了这一劫，再来找你。站住！站住！好了，你别自责了，说不定以后还能找到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记着他手臂上好像有一个桃花形的胎记。对，就在右手手臂上。以前是我没本事，说不定现在我们有希望找到的。对对对。公主殿下，贵妃娘娘来了。什么？丽娘娘来了，快请她进来。是。丽娘娘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明珠公主，可算把您盼回来了。您有所不知，陛下不知从哪里找回来了一个乡野村妇，说要封她为皇妃，还纵容她欺负咱们娘娘。闭嘴，狗奴才！陛下的事，岂是你能智慧的？什么？竟敢欺负我丽娘娘！明珠，别听这狗奴才瞎说，没人欺负本宫。本宫就是看你这几月远游了几日，想你了，想找你来说说话而已。丽娘娘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这件事，本公主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贱人，立马给本公主滚出来！他为什么和我年轻时长得如此之像？难道他是我的女儿楠楠？楠楠，会是你吗？谁准你这下贱之人碰本公主的？原来她就是明珠公主。公主，可否问一下你的生母？贱人，别以为我父皇宠了你几日，就可以跟我的生母相比。谁不知道我父皇最爱我母妃了？就算他去世多年，也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他在我父皇心中的位置。
看来是我多想了。她母妃深得圣宠，她又是金枝玉叶的公主，岂会是我女儿？彩绣，这世上相似之人本来就多。贱妇，竟敢直视公主殿下，还不速速跪下！陛下说过，我在宫中不必跪任何人。放肆！我是父皇最疼爱的女儿，你敢不把本公主放在眼里？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芍药、喜鹊，给本公主好好的教教他们规矩。是公主。主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放开彩绣，放开他！一个老东西，还有你说话的份？我母亲年迈，你们这般随意伤她，若是出了什么好歹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那就去死啊！像你们这种下贱之人，左右也不过诫命一条，死不足惜。敢跟本公主叫板，给我好好的收拾他们！不要！你们太过分了！好大的胆子，敢推本公主的人，信不信我今天让你人头落地？除了陛下，没有人可以让我人头落地，就算你是公主也不可以。娘才大病初愈，一定不能再让他们伤害她，因为我已经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明珠公主，皇室血脉因你而断掉，相信陛下也不会饶过你的。就算你怀孕了，也不能不把本公主放在眼里。我可是大齐的公主，父皇最疼爱的女儿，区区贱民竟敢挑战本公主的权威，我今天倒要看看，就算我把你们两个给打死，父皇会不会怪罪于我？给我狠狠的打，我死里打！是。不要！杜黑真，住手！杜黑真，住手！儿臣参见父皇。父皇，你不知道儿臣……彩绣，可有伤到？这是谁干的？来人，把他们拖下去，处以迟刑！陛下饶命啊！父皇，都是这老贱人，是他得罪我在先，我才……我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彩绣是朕的妻子，也会是你的母亲，你就是这么对待长辈的吗？真是大逆不道！父皇，跪下，给彩绣赔礼道歉。对不起，本公主知道错了。陛下，算了吧。你虽是朕之女，但是彩绣是长辈，日后不可再犯。罚你回去抄写女训100遍。来人，陛下，去叫太医给宋母医治。是。彩绣，明珠的母亲去了早，她都是被朕给惯坏了，你受委屈了。没事，陛下，我不怪她，她还小。以后你就是明珠的母亲，还得劳烦你多多教育教育她。20年前，明珠的母亲救了人，派了数人出宫，却都没有找到她，就连唯一见过她的人也失忆了。或许让彩绣来弥补明珠缺失的母爱，会是一件好事。都听陛下的。明珠公主焦躁了些，若是能好好教导，应该是个好孩子。连宫女都能欺负彩绣，朕得想个办法。彩绣，马上就要到年节了，朕准备为你举办一场宫宴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未来的皇妃。朕绝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
谁欺负我们明珠了？这怎么还抄上女训了？林娘娘，多亏那个下贱的农妇，她竟敢蛊惑符合罚我。林娘娘，你知道吗？她还怀孕了。什么？你还不知道此事？她就是仗着肚中有货，才有恃无恐。陛下向来最疼明珠了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尚未出世就敢如此对你，倘若日后诞下皇子，那怕是更加肆无忌惮了。她一个血脉肮脏、低贱的农妇之子，怎配当本公主的弟弟？明珠放心，本宫听闻过几日陛下要为她举办宫宴，到时候本宫定会为你出了这口恶气，你就瞧好吧。彩绣，不用紧张，你今天很美，朕一会儿就陪你一起参加宴会，朕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身份，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对你不敬。陛下，属下有要事禀告。何事？说。陛下，是明珠公主生母的林大人，她恢复记忆了，现在在御书房外求见陛下。那岂不是很快就能知道明珠的生母是谁了？彩绣，我有事情要处理一下，你先去宴会，我随后就到。好。陛下居然给一个身份低贱的农妇举办宴会，可真是大器见长来头一遭啊！我可听说呀，她长得又老又丑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勾引陛下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可不是嘛，这乡野村妇啊，最是粗鄙低贱，半点都上不了台面。她呀，就等着贻笑大方吧。这女子是何人？竟生得如此之美？怎么觉得明珠公主和她竟有几分相似？闭嘴！她也配和本宫比？我看她就是山鸡插了凤凰毛，穿得再光鲜艳丽，也挡不住骨子里的低贱。没错，山鸡就是山鸡，可变不成凤凰。原来她就是那个农妇。这是什么味儿啊？一过来就闻到了。原来是乡下来的泥腿子呀，身上的猪圈味都没洗干净，就敢来我皇家宫宴，真是熏死人了。我在村里每天都有洗漱的。这乡下人进皇宫啊，就像老鼠看天，没见识。这有些人啊，生下来就是踩在泥土里头的泥，还偏偏想要往上爬。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副德行，到底配不配？我想去方便一下，请问茅房在哪里？宋娘子，我带你去吧。那土包子肯定会闹笑话，我可不能错过。开门呐！贱人，里面可有贵妃娘娘专门为你准备的最好，你就等着好好享受吧。开门呐！开门！为什么要锁门？开门！开门！你就老实待在里面吧。进来吧你！谁？放开我！敢冒犯本公主，我要砍你脑袋！听都是死，小美人还不是让我们快活快活？放开！救命！
好像是明珠公主。住手！明珠公主，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是头花太近，公主，你的手臂可以让我再看一下吗？你说什么东西？本公主精致玉液的身体，就是你这种下贱之人能看的？不是，公主，我刚才好像看见你手臂上有一个……少跟本公主东扯西扯的，就是因为你这老村妇，才害得本公主差点遇害。我没有想到你竟然如此恶毒！公主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刚才是听到你在呼救，特意进来救你的。救我？这么巧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本公主才不会来这儿，就是跟那醉汉一起的。公主，我当真从未想过害你。我出身是不好，可我断不会对你做出这等事。公主，你还是先去换身衣服吧，若是被旁人看到，对你名声不好。你少在本公主面前假惺惺的。公主，我们还是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宋彩秀这个贱人怎么没事？丽娘娘，你可算来了！都是这个毒妇，她差点让这个醉汉非礼了本公主，还好本公主机智，才得以逃脱。什么？看样子一定是那醉汉走错了房间，错找上了秦明珠。明珠，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好你个毒妇，竟敢伙同奸人来毒害公主，本宫定会禀告陛下来治你的罪。胆敢加害公主，其罪可诛。娘娘一定要告诉陛下，这贱人实在可恶。我没有，公主，我才来皇宫几天，我连这儿的路都不知道，又怎么会伙同这个人去害你呢？也是啊，方才他连茅房都找不到。一个农妇应不会有如此胆子，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？公主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刚才是不是我进来把这个人打晕了才救的你？难道我真误会他了？这么好的机会，本宫绝不能错过。你是否清白？不如问问这醉汉就知道。来人，拖刑！说，你是否认识他？加害公主一事到底是如何？从实招来。是他，这一切都是他指使的。怪我刚才还信了你，你这毒妇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为何胡乱攀咬我？这是你给我的金子，你说事成之后再给我100两黄金，我是为了钱才推行你。你乱说，我什么时候给过你黄金了？既然你说是我指使你的，那你说我何时何地给的你黄金？还敢狡辩！本宫刚才就奇怪，为何你恰巧会出现？我看你跟这个醉汉本就是一伙的。参见陛下。快起来！赵峰说你想起了当年救朕的那位女子，可否当真？陛下，微臣当初寻找陛下恩人，在回京的途中被人袭击，脑部遭受重创，导致失忆近20年，是属下无能，有辱使命。幸好微臣今日都想起来了。快说来，他叫什么？回陛下，好像是姓宋，名字微臣有些记不得了，不过微臣记得他的长相。林爱卿，朕命你速把他的画像画出来。林爱卿，朕命你速把他的画像画出来。是。来人，把纸笔拿过来。
陛下，宴会那边已经开始了，你要过去吗？此事朕怕再出纰漏。现下最重要的是，要知晓当年救朕的那位女子。如果没有她，朕恐怕活不到现在。可惜呀，当年朕的眼睛也受伤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认不出她来。其他的事情稍后再说吧。是。我没有。公主，你若不信，可以派人来查，还我清白。清白？你还知道清白二字？公主已到了适婚的年纪，你这般毁她清白，让她以后怎么嫁人？真是恶毒！公主，我真的没有害你。我看你就是仗着近几日陛下对你的恩宠，所以目无王法，还敢加害公主。像你这般德行有亏之人，根本就不配当一国之后。就是，她这种毒妇就应该被五马分尸。贱人，你对本宫听好了，只有丽娘娘才配做皇后，像你这种蛇蝎心肠的贱妇，想都不要想。公主，她今日就敢如此对你，日后指不定还会做出什么事。此事万不可就这么了。你如此害我，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。来人，给她上刑。是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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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！放开我！这罪不好受吧？敢害本宫，这就是下场。你这贱妇知道错了吗？我没有错，我起这个脖子的时候，就只是想救你。公主，我从未想过要害人，你为何要这么对我？死到临头你还敢撒谎？就是，假惺惺的，恶心的要死。你们两个没吃饭吗？给本公主用力！你想要去吃，你们这么对我，我会杀了你们！你这个乡巴佬还敢跟明珠公主的声誉比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哪怕是陛下来了，也会为公主狠狠出了这口恶气。就是，她不过是个乡野村妇，你敢妄想陛下为她做主？真是笑死人了！父皇向来最疼爱我，你敢谋逆本公主，这是死罪。公主，既然她犯了罪，不如让她写个认罪书，这样也好交给陛下。还是丽娘娘想得周到，如此一般，父皇也不会偏袒这个老毒妇。来人，拿认罪书，让她签上。大胆毒妇，你伙同贼人，企图玷污伤害明珠公主，其罪可诛，证据确凿，快签字画押吧！认罪书我不能签，签了就都完了。快签，快签啊！我不签，我没有做伤害公主的事情，我不签，我没有。贱人，还敢跑！给本公主教训他！不要，不要伤害我的公主！明珠，这个毒妇已经认罪了。我看她就是倚仗着肚子里有孩子，才敢为非作歹。今日她就敢让人毁你清白，他日等她诞下皇子，肯定会用皇子来对付你，甚至抢夺你父皇对你的宠爱。丽娘娘说的对，如此看来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不能要的。那我今天就为父皇铲除这个孽障。来人，拿落子汤来。本宫要为父皇清除这个孽障，绝不能让这个老毒妇祸害后宫。公主，
明珠公主，是陛下让我多和你亲近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绝无害你之心。明珠公主，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吧！少拿父皇来压我！你给我闭嘴！明珠公主，明显就是有人想借你的手除掉我腹中的孩子。明珠公主，你不能提起谣言，做出不可挽回之事，不然陛下……贱人！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威胁公主？真当自己是皇后不成？一介低贱农妇，还妄想来管教本公主，本公主替她管理。父皇开心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对本公主失望？药呢？拿来，给她灌下去。不可以，你们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，他也是你的一弟。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死，也是因为你作恶，要怪就怪他摊上你这么个恶毒娘。不，陛下，你在哪里？你快来救救我们的孩子！不，李爱卿，你画好了没有？陛下，微臣画好了。这不是明珠的画像吗？回陛下，还有一幅，是微臣根据她的样貌特征画出了她20年后的样子。彩绣，李爱卿，你确定你没有画错吗？回陛下，微臣绝不会画错。救您那位夫人，现在就是长此模样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宋娘娘出事了！什么？贱妇，这就是敢害本公主的下场，活该！来人，把她给我拖下去，免得碍了公主的眼。都给朕住手！彩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伤成这样？是谁干的？陛下，快救救我们的孩子！我被灌了落子药。什么？赵峰，传太医。是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都是这个恶妇勾搭贱人，毁我清白，还险些要了我的性命。父皇，你快为我做主啊！没错，陛下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而且这里有他的认罪书，请陛下过目。陛下，认罪书上清清楚楚地写了这个罪行，而且这个毒妇已经认罪伏法。是啊，父皇，他毁我清白，你可千万不能对他心慈手软。彩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朕只想听你说。陛下，我没有害过公主，这些罪名都是他们强加给我的，我不认罪，他们就对我用刑。那个认罪书也是他们强压着我签的，认罪书上有我的手印，陛下怕是不会写。彩绣，朕信，朕一定会查清楚。陛下，快，太医，给彩绣看看，若是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事，朕要你陪葬。是，陛下。父皇，他都认罪了，你怎么还相信他呀？闭嘴！陛下，这……太医，彩绣她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宋娘子情况十分危急，若再晚一点，肚中龙子定然不保。臣给宋娘子服下了保胎药，已无大碍。活该！谁让他惹本公主生气的？陛下，明珠公主她……你也给朕闭嘴！父皇，你打我！
你居然为了这个奸夫打我！我讨厌你！朕就是皮人才惯着你，才会让你如此的无法无天。陛下，明珠向来对您恭敬有加，不可能无缘无故动手，一定是这老毒妇的错。都给朕闭嘴！谁准你们这么说彩绣的？父皇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她只是一个低贱的农妇。你若执意要偏心她，那宫中以后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。秦明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父皇，今日我和这恶妇之中，你只能选一个。威胁朕！就算是你要给我找母亲，也应该是照顾我多年的厉娘娘，是这个出身低贱的农妇，她根本就不配做我的母亲。陛下，明珠的生母当年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我想她在天之灵也不会允许如此不堪的女人当明珠的母后吧？是啊，父皇，今日你要是不把这个老奸人赶出宫，我马上就出宫。你到底知不知道彩绣到底是谁？他不就是个卑鄙龌龊的贱人吗？还能是谁？银主，臣在。你自己看看吧。你把这个贱人的画像给我做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宁愿选这个贱人，也不要你的亲生女儿是吗？我这就走。你干什么？住手！他的一张破画你都如此稀罕，父皇，你对得起我母后吗？陛下，如果你赶明珠公主走，那本宫也一并离开。反正这后宫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。父皇，我母后可是当初救了你，你现在为了一个毒妇就要逼我走，你不会后悔吗？这是最后悔的是你。我绝不后悔。林爱卿，你来告诉他吧，这画像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公主殿下，陛下之前派微臣去寻你生母，后来我受伤失忆，时至今日才想起以往之事，便将记忆中你生母的样子画于此画之上。画像之人正是宋娘子，她就是您的生母，也是这大计的皇后。什么？啊！皇上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公主，你手上是否有一处桃花胎记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女儿手上有个一模一样的。怎么可能？他连公主胎记的事情都知道，难道真的是公主的生母？宋彩绣要是公主生母，那之前救陛下的女人也是她。啊，是她吗？真的假的？公主的胎记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，稍微打听一点都会知道。林楚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勾结毒妇，让她假冒明珠的母亲。说，她给了你什么好处？贵妃娘娘，微臣冤枉啊！微臣也就是20年前见过宋娘子，在此之前从未和她有过任何接触。你们狼狈为奸，自是不认。父皇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农妇怎么可能会是我的母亲呢？陛下，你好好想想，林卓将近20年都没有想起他的母亲是谁，怎么他一来就想起来了？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？就是，说不准真有猫腻。彩绣，你还记得20年前的事情吗？记得。陛下，可还记得这道疤？朕记得，若不是你为朕挡下这一刀，朕早就没命。怎么可能？她有和我一样的胎记，难道她真的是我的母亲？怎么会这样？陛下，我是不会害我的女儿，真正害公主的人，一定要查明。好，朕绝不姑息。
来人，将刚刚侮辱公主之人带上来。陛下，告诉朕，是谁指使你潜入后宫的？草民，说实话，朕杀了你全家。陛下，是萧贵妃身边的李嬷嬷叫我宫里飞了一个女人，我喝醉了，才认错了人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的人怎么可能会认识你？陛下，奴婢不认识，他定是酒都没醒，在此胡乱攀咬。我没有胡乱说，我的家人全部被萧贵妃他们的人绑走了，威胁于我。陛下若不信，可以找人查。赵峰，去查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查到了，的确如他所言，抓走他亲人的确实是萧贵妃的人。李嬷嬷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背着本宫做出这样的事，真是该死！皇上，臣妾不知道，臣妾真的不知道李嬷嬷会背着我做出如此下等之事，臣妾定会。我是你的人，若没有你之意，他怎么敢？萧贵妃残害公主，现在敢来残害朕的皇妃和皇子，真是胆大妄为，其心可诛！来人，把萧贵妃打入冷宫。陛下，臣妾冤枉！陛下，臣妾陪了你10多年，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？臣妾真的是冤枉啊，陛下！萧贵妃，你以为朕不知道吗？朕往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以为朕不知道你做的那些破事吗？你若当真良善，朕为何不把你封为后？来人，把贵妃拖下去！陛下，臣妾真的是冤枉！明珠，求求你帮帮我，给你父皇说说情啊！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错弃你这么多年。我把你当成我的亲生母亲，而你却做出这种事，你真的太让我恶心了！小鬼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这般对我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一个乡下的贱妇，你凭什么跟我比啊？我明明处处都比你强，陪在皇上身边10余年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凭什么他以你为后啊？凭什么？不服，我不服！萧贵妃已经疯了，把她丢入冷宫，白绫1条。是。宋彩绣，我告诉你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，宋彩绣。我之前做错了事情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彩绣，彩绣，母妃，彩绣，彩绣，母后，太医，传太医。难怪她和我那么像，大姐真的是我女儿。母后，你醒了，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再去叫太医给您瞧瞧。不用了。陛下呢？父皇去早朝了，他说下了朝就会来看你。你有什么需要的，都可以和我说。父皇能做的，我也能做。母后，我去给您倒杯茶。啊，不用忙前忙后的，这些事情有下人可以去做，你不用管我。你先去休息吧。母后，你可还是在生我的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被家人所蒙蔽，才会说那些话的。母后，你切莫往心里去。
明珠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别这样。对不起母后，我不是人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真的很后悔。你就原谅我这次。秦明珠，你又在搞什么？父皇，这彩绣，你可有什么不适的地方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想休息了。你先让公主回去吧。还愣着干嘛？赶快退下！对不起，父皇母后，都是明珠的错，是明珠识人不清，才害了母后和弟弟，我真的很后悔。从今往后，你就给朕老老实实在长乐宫关禁闭，直到反省彻底为止。是，儿臣遵命。明珠都是被朕给宠坏了，才会做出尔等错事来。彩绣，你如果要是心里难受，不想原谅他，不见他就罢了。我也不知道。其实，昨晚都是明珠在照顾你，希望他这次是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。但愿吧。陛下，你公务繁忙，不必陪我一起上山祈福的。那怎么行？你现在是朕的皇后，任何事情都没有你重要。哦，对了，彩绣，以后无人的时候，你还是称呼我秦大哥吧。秦大哥。彩绣，前面就是护国寺了，咱们走吧。终于找到你了。娘娘，这里是护国寺后院，陛下让你在此地歇息等他。好。云竹，此处没有水，你去前院打些水，再带些点心过来。好。娘娘，你这一路舟车劳顿，奴婢帮您捏捏肩吧。云珠，你是世元？娘，看来你还认得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赶紧把东西放下！干什么？当然是……云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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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后娘娘呢？不好，皇后娘娘被仙人掳走了，快去找陛下！宋世元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赶紧放开我！娘，我许久未见，今日正好叙叙旧。从你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时，我跟你就没什么好说的。娘，再怎么说，我可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人物，你当真舍得不管我？倒是你现在锦衣玉食，贵为一国之后，而我呢，却活得像条狗一样。
整天流落街头，沿街乞讨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我已经将你养大成人，对你已经仁至义尽。不够，根本不够。你是我娘，就该对我付出全部。你现在就去找那皇帝老儿，就去跟他说，让他封我为太子，马上！像我这种满腹经纶的人，就该成就一番大统，称王称帝。别异想天开了，你德不配位。你放屁！你懂什么？我说什么你做什么，不然我弄死你！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儿子，你没有资格继承大统，我更不会为了你在陛下面前说这样的胡话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我弄死你！住手！谁呀？信不信我把你弄死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连本公主都不认识，我乃大齐的明珠公主。本公主现在命令你，立马放了我母后，否则本公主要你的狗命！明珠公主，母后，原来你就是我失散的妹妹啊！我是金枝玉叶的公主，你个臭乞丐，少给我攀亲戚，你也配？为什么当年被劫走的不是我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是现在的太子，这一切的生活都该是我的。都怪这个老东西，害我从小过着苦日子，都怪你！你个畜生，竟敢打我的母后，我跟你拼了！明珠，明珠，你快走，快走！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。明珠，明珠，明珠，你快醒醒！明珠，你怎么样？头疼不疼啊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母后，我没事。母后，之前都是明珠的错。这1个月了，我一直都在自我反省。明珠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，不再惹你生气。你就原谅我好吗？傻孩子，母后，我早就原谅你了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。母后，别跟我玩什么母女情深的戏码！待会儿我把你们都杀了，等你们死了，皇帝的亲人就只有我了。到时候我一定是太子。苏诗媛，你清醒一点！如果我们2个都死了，陛下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赶紧把明珠放了，你听到没有？只要把你们杀了，我才能当太子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当太子了！疯了！我配，就你也配当太子？做梦！你最好把我们给放了！我放了！给我闭嘴！你生下来是公主，而我只是个低贱的平民，这些都是你们欠我的。娘，等公主和你肚子里的孩子死了，我就是太子。你们都给我去死了！住手！给我拿下！住手！给我拿下！太好了，是父皇，我没有救了。秦大哥，宋世元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劫持当今皇后，还有试图弑母杀妹，把她的手筋脚筋绞断，流放宁古塔。是陛下，我是你儿子，我是太子啊！不知感恩的儿子，拖走，带走。我是太子，走，我是太子。怎么样了？你们没
没事吧？吸气用力，快出来了，快出来了，用力，吸气，吸气，吸气，用力，再坚持一下，看见头了，快看到头了，我再使劲坚持一下。魂魄刚刚说已经马上看到头了，看到头了，使劲儿，使劲儿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才雪不会有事吧？陛下，皇后娘娘福泽天下，自会无碍。彩绣，你辛苦了。来，我看看。恭喜父皇，贺喜父皇母后，明珠也有弟弟了。众爱卿，平身。谢皇上。